来看屏东的林路往到潮州这铁路高架桥卡呢，有全国第一条的铁马国道。不过，这条路不受这奥多派撞入来，对民众安全造成威胁。潮州分局就表示讲，1月到单呢有8件违规罚款，之后因来加强临检。奥多摆对远远的迄头骑过来，看起来真肃常的代志。不过看到路口这个牌架，你就知影安尼是违规的。这是潮州市区铁路高架桥卡的自行车道，汽机车拢袂当入来。有民众表示，因为附近有真侪骑家，大家贪方便，尤其上下班的时间，上接看到违规乱象。当然是尽量卖入来啦，啊，有的人嘛是住哩，像讲住哩这边边啊，也是讲住哩这边房，他们就是认为方便一点啊。行路人较济。 啊，铁马骑入来敢济啊？铁马少啦，铁马骑入来比奥多麦较少嘞。阮看到奥多麦，阮会闪啦。还感觉危险无？嘿，有啦，危险啦，因为摩托车它较紧啦，伊咧骑较紧啦，啊，阮咧行是慢慢啦，啊，它如果速度我们闪躲不及的话，就怕会遇到。国道3号桥卡对屏东九如一直到南边的道路，是全国第一条的铁马国道。虽讲潮州市区内底这段只是一般的自行车道，不过同款禁止骑机车进入，因为有民众环境，不管是来这骑铁马，也是散步运动，不定撞到奥多摆，人爱闪车实在真危险。潮州分局表示，因一直拢有加强处理。113年度。 本分局已针对违规驾驶驶入且道下自行车专用道的机车取缔22件，未来将不定期于民众运动热点时段加强取缔，以确保专用道使用安全。分局表示，进前有加强宣导，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出8张罚单，以罚上悬会当罚1800块。未来伊卖继续增加临时处理勤务。记者柯家组柯昭雄、屏东采访报道。